收听4月26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士师记的14章11到20节，士师记14章11到20节。我们今天要来祷告的经文，要来 RPG 的经文，在箴言10章22到23节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明哲人以智慧为乐，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。我们比较像哪一种人呢？今天上帝的话来到了士师记14章11到20节，这里讲到参孙任意而行，真的要娶外邦的女子非利士的这个女子为妻了。然而上帝的心意仍然在走在他们虽然行恶，可是却没有办法让上帝的心意消失。上帝的心意仍然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只是在这里上帝使用的器皿参孙，他的确让上帝的心意成就，只是这个成就的方式，当我们成为那愚妄人而不是明哲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做了一件对的事，可是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，可能让我们自己输了面子。像今天的参孙，他还输了妻子，可惜了上帝对他的美意啊！上帝拣选他成为拿细耳人，让他不喝清酒浓酒，但是在今天的经文中，他们却要办一场婚宴。婚宴想当然对当事人来说，清酒是平常在喝的，浓酒可能是这些节庆在喝的，这种宴会上一定会有清酒跟浓酒。但是我们从昨天的经文就知道，参孙没有在管，他任意而行。他不但举办这样的婚宴，甚至他做的事也让人觉得，真是可惜了，可惜上帝对他的美意啊！参孙在这个宴会当中，竟然跟人打赌，而且不赌就算了，一赌赌大的。赌大的，赌什么呢？赌衣服。对当事人来说，一个人要有完整一套的衣服，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、很贵重的表征。他赌30套这个里衣加外衣啊，这代表可能许多人的身家就会在这场赌博当中就失去了。他赌什么呢？赌一个谜语，而这个谜语的开始就在昨天的经文，狮子跟蜜，他讲了一个谜语，说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7天的宴会中，到了第3天，这些非利士人，这些参与宴席的，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一个可能是出于玩笑话或是好玩的一种赌注，但是赌这么大，该怎么办呢？又必须要认真的去面对跟对待。于是这些非利士人就来威胁参孙的妻，威胁他说，如果不把这个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，就要杀害，就要用火烧这个妻子和他的父家。哇，好夸张，好可怕的一种赌注方式啊！但是就在人任意而行，不知道上帝的心意，没有节制自己，没有用智慧去辨别，去寻求那正确的对待彼此的方式时，人就是活在这样的境况中，充满了猜疑，
不安、恐惧，甚至在接下来，参孙的妻只好可能是被迫，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是同伙的，就像参孙哭闹说：“你再不告诉我这个答案，我要怎么办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爱我，其实你是恨我吧？”参孙拗不过他，只好把答案告诉他。结果7天一到，哇，大家都答出来了。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？参孙听到他们的答案，当然用猜的都猜得出来，他的妻子泄密了，因为他出了这个谜语实在是太难懂了，怎么可能会有人猜到呢？所以他的回应也很直接，很特别，说：“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答案一定是从我家里找出来的。那不就是他的妻子告诉他们这个答案吗？结果在那个时候，上帝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，在那个时候，他下到亚斯基伦，就在那里杀了30个非利士人，就把这个衣裳夺了他们身上的衣裳，就给这些猜中谜语的人。然后参孙在这里真的是任意而行到一个极致，竟然就因为生气就回自己的父家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人在当时仍然是不跟外邦的这些，特别这些非利士人还统治他们。然而参孙任意而行的娶妻办婚宴，甚至打赌，还赌输了，然后他又回去自己的父家，不但得罪自己原来的父家，也得罪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家。结果输了自己的面子，甚至输了自己的妻子，因为他的妻子被他的岳父嫁给了他的伴郎。真的是很可惜啊，很可惜，他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，他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他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界限，让他能够去活出上帝心意里面那个有里子，可能还会有面子的生活。然而他却是任意而行，就让我们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到的，他这样传福音，不是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而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恐怕上帝透过我这个器皿传福音给别人，但透过我自己任意而行的作为，我自己反倒被弃绝了。所以保罗说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人领受所赐的福，并且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但是我们的忧虑却是常常在生活中出现。这些忧虑从何而来呢？这些忧虑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私欲吗？还是因着上帝的意思而感受到忧虑呢？哥林多后书7章10节说：“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”如果我们的忧虑是因为我要活出上帝心意里而感到忧虑，而这样的忧虑会让我们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，意思就是我对我自己所做的不合神心意的，我感到后悔，我感到难过，我感到羞愧。但是这样的一种后悔会让我们的生命得救，可是世俗的忧虑却是叫人死。
因为我们忧愁的是那私欲，是那短暂的，是那没有出口的，是那没有出路的，那不就是会叫人死吗？再次，我们在参孙的故事里学习要成为一个智慧人，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，我们就会以智慧，以上帝的心意为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心意是要叫人得到你的赐福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忧虑是因着自己以为自己是智慧人，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因着自己的限制，当然会感受到很多的忧虑、焦虑。但是主，你却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仅是告诉我们，更是与我们同在，教导我们，也陪伴我们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而是要在凡事上来认定你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主，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若是我们有不合你心意的，以至于我们忧虑的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求主你帮我们辨识出来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你所赐的福，要使我们今天每一个听到人都得着富足。那个富足是从永恒来的，是从主你来的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，让你领受那富足的生命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